各位標迷大家好，我係 Window Watch 阿 Ben， 今日咧會同大家睇下一隻新款嘅浪琴啊。咁啊呢隻款咧呢個 size 阿 Ben 第一次翻嘅啫。咁我事不宜遲攞出嚟俾大家睇下啦。嗱，咁呢隻咧就係浪琴康卡斯最新系列啦。咁呢一隻錶嘅 size 咧就係38mm，阿 Ben 第一次翻嘅。阿 Ben 多數都係翻大啲個 size 40mm 嘅，38mm 真係第一次翻，咁啊第一時間攞出嚟俾大家望一望。嗱，呢一隻錶個感覺咧就會比較斯文啦，以康卡斯系列嚟講啦，康卡斯咧就比較係潛水錶啦，深潛200米啊嘅潛水錶為主啊。咁呢隻咧就感覺咧就會比較斯文好多嘅感覺啊，但係咧亦都係斯文同運動混合咗一齊嘅，咁啊做咗個非常之靚嘅綠面啦。咁啊日曆咧就擺喺6字位嗰度嘅，透明錶底啊，全實心鋼。咁啊呢一隻錶嘅型號咧就係 L37204026，咁啊定價咧就16900啊。咁啊嗱，度一度個 size 先啊。嗱，38mm， 厚度方面咧11mm， 啊，度埋個粒俾你睇下先啦。嗱，個粒咧大約咧就46mm 啊。嗱，個夜光效果咧就喺 index 位置啦，同埋個點啦，時針分針做咗個尖針嘅。外圈咧做咗個光圈啊，螺絲把的鎖把嘅旋入式錶冠，咁啊擰鬆佢，掹出嚟，校時間。快跳日曆嚟嘅，一下就彈咗上去㗎啦。好，撳翻佢，擰翻實佢，鎖管的。咁呢隻錶咧個動力儲存咧有72個小時嘅，25200次每小時震動，單晶直擺輪游絲啦。咁啊機芯就非常之穩定㗎啦。咁呢款38mm， 大家標迷又會中唔中意啊？咁啊有興趣嘅標迷咧就可以 WhatsApp 俾我查詢下佢嘅詳細資料啦。咁啊今集嘅介紹就去到呢度啊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